家可好了，该讲的。上诉夫人，小姐请。庙里，到乡子办的，
我是小姐。东吴先生碑，我不过是王才真意。情深难得，生气相得，真是三生有意。三生三世那孤身从天而降，到一定心举起君不知，只可他一日的生强。从未慢慢好人偏上去在花间，那指望对呀对，只要我拜托月老牵红线。你为什么不一并留下？好意。小生兴奋，名必正，洛阳结缘，不是什么喂，本情缘，本情缘，今日看见我家小姐的一枚之物，你叫小姐是谁呀？礼部尚书贺天用的千金。原来是后夫提亲，小姐是不是晚的新婚？这贵重之事怎么会告诉你？哎呀，小姐一定没有许婚，不说不会什么知否？这真的小姐什么的知否？快将知否宣布！
去分明小心，便知道了。是小姐，要我来唱此梦的，怎么回事？圣君明醒。小姐今日此人难于面讲，你就不要当真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你这样死着肚皮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呀，好好看着自我，做你的梦吧。这东西，这到底是小姐既然沉默之中，为何又叫去话来形容？对呀，婚姻大事，小姐虽然耽误有人，但我也应该慎重仪式，恭恭敬敬，焚香沐浴，上门当面请教，也好将我的真心一吐来。快，我理当是此，我理当是不对呀。何夫二门子一定家规守业，为国千金，岂能容我单独相见？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也了。何夫中断家规你，牙关疏通音乱呐，何妨美声做我意，金福心机结红啊家，真心真情听口啊说，这自梦应愿定人上。萍水相逢片刻间，待花叶梦难醒，一双似梦分。
姐，老爷夫人都去还他夫人飞水了，私下无人，我们到前面追追。哎，我比去背水是太十岁了风外，此今真能下来。这倒也是，小姐，其实还他夫人是替他的生儿弟亲，虽然你和老爷夫人一起去的，所以我才不娶你。小姐，你是不是在想本计划中的那个收拾人不虚不实？那个文件人看上去身份呀，憨哎，你小姐倒是蛮般配的，说实话啊，你也光啊。他已经放心了。是呀。过了门房看修人，进得府来老无穷啊！小姐呀，真心安中初见面，神梦里多情的人真知痛，从此天子法律家人间，后门四海难相逢。此情一片难自知，我马身对靠金府中。我为你头儿看了多少，我为你三手下眼做事动。老母怨他儿不归，童儿儿子负阴中，所有光阴几容易。千禧今日还他夫人先生，出家不负辈分，不中早容。今日定人见家用，谁知小弟冒风我，我满腔欢喜又落空。我中到三用三情已不落，谁想到他夫人引我把莲花送。今日我要倾吐中上表心意，愿小子你在西江我用。此风风啊，你伴我身边一所用，方里今日与你同。小姐跟你传我意，这年好子在哪里为哪个？
几子。但愿得今日能够结谁呀？苏东坡信奉皇太夫人之命，为小姐送花而来。苏东不能进委员，你怎么不懂规矩？是皇太夫人命我亲手将此花送与小姐。那是君我吧？何为亲手？就是须将此花面向小姐，不可作死。哎呦，你这个人倒是本证据。既然这样证据，难道你不知道男女有别，真伪有虚，里外不同？此腹中哪个童儿能面见小姐？真为允许啊！那么大姐要我违背皇太夫人之命哦！啊，小姐，今天虽然封完，你要亲自讲话吗？小姐的病体之后，要不要紧？为什么不请郎中？你叫什么呀？我叫胡心啊！你真名叫什么？我的真名也叫胡心啊！你真的累了？你话什么事啊？小姐，苏东好心送花，偏要勉强小姐。苏东坡信叩见小姐。将花儿交与翠娃下去吧。哪来？小弟，这花中有花，望请小弟细细查看。花中有花，
可惜，你究竟是什么人啊？小姐，我真名实姓陈必真，洛阳集团投诉人，西路光阴20层，至今万里订婚姻。你当书房何生年，为我美声是昨天。心之所中，心意难尽；心之所系，心魄越深。分心暗中写离，从此相思变生灵。花容月貌，刻在心，一眉翩翩把美生。真难得传奇生意，希为中一句话深自言。你杀我心，扎下头，孩子3年变成了朝朝暮暮，次次你一个梦，这相追的为与小姐生恋的，所以我每生尽付3月为奴，送花女为面见小姐来求婚。本君这婚姻之事，你该吩咐父亲才是。婚姻虽是父母定，心头遗憾恰是第事。理当明了你真心，方能够上门提亲，结婚啊事。只有2人结相约，才有那美满事业，此生欢喜。小姐我虽是心上读书人，真情真心恰真挚，啥是小姐多言气。分别真愿终身恩守护，你多言本君啊，你一片真真，我也关心。只是你我私自相违，不合理你，家父知道，听说不会大意。小姐放心，我早有打算，进京广考，博取功名。那时你正定会娘娘我美声进府，丝丝见你。要是家父这意不肯你，我方必争，此生非小姐不娶，杀死变心，天子第一名。
儿到心底。昨年再生的儿女便是你，新年原来两心结相遇，苦怜怜山雨为奴，费尽心机，此心苦与苦去，倒不是先一个你浓浓恩恩爱的双臂。他眼睁睁看着我眼泪，我心凄凄有点话难起。这书生真是太懵懂，看不成心找寻姻缘。小姐，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？我愿意？不愿意？也不是。小姐，那就定然愿意，要得。不愿啊。小姐，哦，多谢小姐。本金元，你家是哪里呀？洛阳分家，家中万一不生，父母丧亲。啊，小姐，要不是你承诺之风，我还不知你的心意哟。本金元，这之梦是我无意失落哦。父医生哦，这，啊呀！这样看来，什么之风当是天意，当是天意呀。但愿天中神愿，也不顾为本金元卖身为奴，少的苦心。小姐，本金元。这之梦原是尘上的，是想陪我才张开，既然有缘引你来，争取你心愿，我想。千位定发喜心，这一笔剑书难记，路迢迢真从此。这一笔漫漫春花去人到
小姐，我应该离开此地，试试为家准备过考。此外，你的小妹，你是对他家去哪事？小姐，进门加衣，凤姐啊，快追吧！一家有女，大家聚，千条盘旋，从不去。我家中高义，怎肯轻易把红皮碎？有请父臣。是，有请夫人。女儿素美心境安童老爷传接我太家大我女儿虽为穷，更怕老爷入村。家中之中真为难免两岁报上天。夫人，老爷，俺家送来了公子的生辰八字，你快看！我已经请教过命理先生，设万公子于定金，乃是天生也得。老爷，我看皇家亲事不成，为什么？只怕女儿不愿意。他董先生，我们是古来之人，婚姻大事给我们做主。女儿不愿意，绝对女也拉不回来的。万家有哪点不好？不是王家不好，是女儿她已经有了心上人。什么心上人？方才我也是想告诉女儿母亲之事，没有想到女儿她是你请我洛阳监院文必镇定下婚呀。我靠，这风我失气呀！3月前，我带了女儿去文心庵赏花。文心庵，
我怎么不知道？女儿与文必真在暗中相识，后来文必真内生情妇，做了司徒。莫非是那个霍希？真是，今天他与女儿在堂里见面，已经定下了婚呀！啊！怎么会有这种事？老爷，都是你不好，叫你不要带女儿出门，你偏不听，竟然造成这样的事。你又怪我，夫妻20年，妹子出了事情，你总是怪我，我怎么知道为他是种事的？我怎么带女儿出门？不怪你，怪谁呀？你要这么怪我，我怎么会问着你？你我讲不讲道理呀？哎，女儿年轻，你整天将她关在闺里，不许出门，你不心痛，我还心痛。怪不得霍希今天到这了。原来是此，原来是此。到这里不是霍心，是监院文必真。霍心也罢，文必真也罢，做出这种事情绝非君子。老爷，既然女儿愿意，就不要声张，神色太走吧啊！呸！你真是老糊涂。文必真尚是真正君子，就应该上门求亲，怎么会做出这种推推磨磨之事？我是女儿，女子最怕私情私嫌，有了事情，就算嫁不去，一辈子也是对不起豆的。哼！堂堂结怨，卖身为奴，更有良家女子，我绝不轻草。管家，有。告诉洛阳知县，结怨文必真冒名为奴，品饮不断，请他捉拿死贼。是。老爷，万一他这次与女儿见面，岂不是要为了女儿的名声？管家，告诉知县，广受重点，倘若胡言乱语，替我狠狠地打。是。哎呀，老爷，你这也太过分了啊！夫人啊，我也是为女儿着想啊。唯有这样，才能让女儿舒心。那女儿这边是无交代。这件事不要再提了，等管家亲自有了眉目，到那时不怕女儿不允。本让他为家传，也不应心，应算是为公民普通用心。李太郎进去自己细心嘞，我与他自动成上，细想
送上。帝君，这是皇家的礼当啊！帝君，皇两家门堂福德，皇公子与你年貌相当，我已经当面见过了。父亲用心良苦，可女儿已经与金元文别证，定下了归天。此事我已知道，帝君，文别证三事，从此不必再提。本君有为人之人，心地善良，女儿与他两心什么两心相拥？分明是苟且自省。父亲，礼曰：女子不出门，出门言必其名，夜莺必你作，无作必知。你不给不遂规训，还大言不惭。父亲教训女儿谨记，这些父亲怎敬女儿？还将拼力一生，谁不更改？死了本郎，绝不离家。本非正，一配我高到官府，万谁有重了？哪里去啊？你的名声就毁了。父亲，婚姻大事，当有父母做主，下于不嫁，由不得你。来人，好好伺候小姐，不许她下楼。娘为
不，这样父亲更加会迁怒本了。
在他为靠父命，在家中受煎熬，故于心报神。我父所家天户少，千金贵儿父王爷，只愿你我到老王送那世上上西天上西天。我养父虽是个小小的狱中，可我还不是当官守中啊，妻妾蒙恩，他叫我做啥，我就做啥。哎呦，顶头上打对不起，冲上了个饭碗发包。那个笨蛋，早答应到老王一旁，把事理稳固明白。文培生，文培生，什么事？今朝的夜里是我养虎当班，来陪我拍一碗。来，还有我不为应拒。绝口是好东西呀！一碗下肚，烦恼心无我。来，你也来一碗，不为应拒。我真的不为应拒。你们快想一想，想还要他。好，好，再来一碗。你真的不为应拒。好日子上吧，真的不为应拒。这回哎呦！不行了，我真的醉了。来，再来一碗。再来一碗嘛！好，再来一碗。好，来，再来一碗。再来一碗。来呀！你是哪个吃的？养活，就是好东西。一碗下肚，烦恼皆无。文培生，听说你是个妓院，怎么会到这牢里来吃酒？吃官司了。我在礼部上司霍天勇家里做了3个月的书童，那霍天勇就将我告到官府，非要我坐牢。
来，哎，大姐，好，哎，来，抹上，哎，那哎，讲啊，哎，潮流天生，那我家千金长得十分漂亮，侬一定是看中人家，风华好女，想起切头吧。我分别正不是这种下流之辈哟。哎呦，跟我一定是到四角度来，哪知心碎喽。你不懂，你不会懂的。生无财宝必异非，心有灵犀一点通通。哎，这世上唯一不通风的墙，哪面东来水势，是你进得府去调戏何家千金，或天用谁将你送官的？一派无言，真是有所十分的。哎呦，看你斯斯文文，原来是个衣冠锦瑟。我分别正，堂堂正正，上对得起天地父母，下对得起四季良心。人都死了，我还讲说良心哦！你什么？我家千金被你非难以做人，所以夜里已经放火死人了。那个套，哎，跟我玩不动手，你是光先死了的。哎呦，来，哎。即便父母来责怪，今人所知可见良，终以为国道中有国道。
想不到世间今日狠心上，逼得你无路可走，苦中回当初不该从花到归绿，恨自己一往情深所思忘。愿苍天为何因缘难自知？路在天，夫人鲜花开荒岛，天地难用，凡人恰难用，一缕真灵在世上。小姐啊，你孤苦伶仃听上去，我爱你恨你早已珍珠龙君君今生相遇思相望，分身赛过生死空。我与你披红绳，仙下断日深渊你想做什么？哎呦，你想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放开我！哎呦，你想哎呦，沈贵珍，你到底想做什么哟？我想死。嘿，想死万不容易，能把事情说清楚了，我让你去死。小哎呦，谢啥子？我与他狠心爱，一见情深，独自回到府，只为求婚。
是伤人，想不到被告官司走牢房，小弟他穿是家中苦中人，这都是我给他分黑了他也是。谁想问？等你死了吧！只愿要我今夜杀了你。你谁杀了我吧？你谁杀了我吧？你谁杀了我吧？这个枪苗是我杀龙还是龙杀我啊？好，我来问你，我杀了你，你的父母怎么办？是，我杀了你，你这一生的恶名就不想洗清了吗？我杀了你，你就忍心活下天津人士了，还要被人非议不成？哎呦！我家天津怎么会看上你这样的男人？怎么会刻刻的心思没完，一点男人的样子女儿啦！哎呦！我不能死，你不能死，不能死，你给出去讨我你的公道。我要洗清无名，为小弟讨还公道。对，你放我走呀！我养虎叫你走，你就大胆地往前走啊！只愿不是要你杀了我吗？只愿为了讨好和天用，叫我杀了你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我不要做这不仁不义之事。嘿嘿，你也不要将我们当差的都想得太瓦了。此次养虎在场，请受我一棒。好，我放你出去，你不但说，我也可以告诉你的家人。请状告我的父后，我去进城讨还公道，地位为来。好。哎，呀！跟你走了，我那个想自愿交代你。哎呀！嘿，有了！今日早上，大牢里刚定司内部囚犯，我就将他的尸首冒名顶替。蒙混不混！
下府烦恼心无我，哈哈哈哈！一个一个呀。
最起码的话，拿不下，现在我就不知道。这里边不是你很小。
胃口。今晚你老是小姐模样，船对面相亲一旁，这里也不管端详，万国之母身在世小姐既然丈夫黑，定是我思念不度生还乡。啊，请问圣兄真心啊？母姓何？母叫何必谁？哦，别真！哎呀，圣兄经常是与我同啊，是啊，所以我才冒昧前来我心里呀。哎呀，不管啊，不管。他看到我脑里灵过。啊，何兄，请。啊，请用上。啊。啊，文兄，听说你曾与老友是谁？此事我已禀明圣上，数十元钱，圣上赏我无才，才有这辛苦功名。哎呀，这是始于天下。哎，又听说此事与何府千金有关？此事与何府千金并无瓜葛，并无瓜葛。哦，传说何千金还为你殉情。就此事，流言蜚语不可信，不可信。他心专在一的关机，今人默默的举开手家兵，难道他中了上元举当举情，万事岂恨父亲岂不平？因我万里素贞君真心家义，不要还真命。何兄，冒昧同辈，为兄是否成亲？上帝圣婚，是否成亲？好言语。哎呀，真是巧言了！我今日前来，就是来为文兄做媒的呀。何兄，我虽算辛苦告终，还为为国建功不想。哎呀，我是成婚，爱为文兄。年纪尚小，不想哎呀，文生家。兄年纪也不小了，成家立业，生儿育女，父母也可开心啊。何兄，你虽不用为我操心了。文兄，你为我一去为喜。何兄见谅，你难言之苦。谁已定亲，恰有红颜知己，这是他已经相晓永远的。他死了，你难道为他终身不娶吗？
我与他三门孩子，此生非他不娶。文兄啊！生死不能再发生。为父母亲难报成人养育恩，不孝有三无儿他，往事随风莫再人。好兄啊，自强无山不是云，人当多孝责人民。莫非他天仙儿女文兄，此心难言。参日春花教子去月，眉毛盼兮情薄情深。他的身体是何？从未负上人间少，官做官为令人敬。不其人，这指望是他亲手人生三去，是不上流报一生。文兄，生死不能不生，你何必固执？好兄，我话已说清，你在酒庄虽归我失礼了。文兄，我这里有一样东西，你要是看了，一定会答应亲自的不破。哎，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，母亲何呀？你是好小辈哦，的亲。哎呀，文兄，你真是好眼力哟！哦。
老爷，夫人，辛苦上院文必正前来就见。你说什么？辛苦上院文必正前来就见。哼！我还没有去找他算账，他竟算找上门来。管家，把他与我当出去。是。说不定是上门来拜谁的，不是请进来看看他的嘞。管家，将府中所有下人都叫到这里，好好教训这小畜生。是。雷神。有。两棒4、2、今有小母亲，怎样能养起安心我少远距离见多分别正后见有功有梦，分别正你这个小畜生！老爷，那一声小畜生，互传兄亲啊！不能阴阳你为儿藏，你
光天化日登上我家门，万生什么岳父母母当时里听了这老命，也关心吗？要死不生，老爷，岳父不要生气了。谁是你的岳父？好，霍大人，微臣设命受到府上来见小姐，是我设立，请大人见谅。呸！你满身金珠给良家女子，害得定睛名声不黑。我老来生育，这血海深深，怎能不报？来，我与你一同灭绝，定叫你他下红榜，丢了上院，此生不能再进考场。好天哟！你身为少英名官，高级堂官，严严复国，公报私人，危害生命，一定要灭绝，难道我王怕你不成？哎，你性命的是资源，你不要血口喷成。我与你严爱复国，哪有资源维护着场子？走就走，走。你今天是来去算账的吗？是他让我去的呀！本大娘，你今天来到底要做啥？要么。在今人金榜题名有订婚，提防了洛阳好家父母亲，我的妻就是儿亲生女，今日是伤伤悲悲为家我带了新老婆来挑衅你，夫人啊，你怎么听得津津有味呀？老爷，定睛已经不再生死了，我们再生一个女儿，倒也不错啊！你疯了！定睛虽然不再生死，可他是我们亲生不弱呀。有才，那
他为了这个小畜生抛下父母，这样的不孝子女，还想他做什么？你就算这样，贴在心上。定睛双向，乖巧懂事，体贴孝顺。你看看美女四宝，就是这样贤弟。定睛上是我的，爷爷你背着我，气死！原来你也是4年女儿的呀！人生红端端上，怎么会不相信？怎么会不难过？他这演了后，演了你是啊啊！姐姐，不是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是我的女儿回来了。姐姐，真的是你？师傅回来，可把父亲来了。儿啊！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啊？女儿不孝，请父亲正视。你怎么就不体谅我的苦心啊？老爷，是不是你非是小姐邻家？小姐也不为此次下策。不用你多赞。恭喜老爷，又生了一个女儿。哦，原来你们是一户的。老爷，既然生了女儿，也不该冷落了姑爷。本郎，快去见个父亲啊！我啊，本郎，你晚不日去见个父亲啊？武大人又要告我了。哎，父亲谁不会这样不明事理？定是你理所不专，杀得父亲生气啊！来，在父亲面前赔个不是。不用。父亲，女儿始终离开家儿，现在奔家了。啊！哎，我无脸见神了。啊，本郎要我速速回家，免得伤气耽语。儿啊，父亲，快在女儿本上请原谅本郎吧。哎呀，父亲！啊，老爷，你看，姑爷又财又宝，又是辛苦长哟，对女儿有望心生，真是当着灯笼也难找啊！我生与不生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早就生了吗？本郎，快去见个父亲大圣。小媳妇必称拜见岳父，谢岳父不告之恩。老爷，夫人，今日养生去世，不是就让小姐姑爷背堂省亲了吧？这便是老爷就让他们背堂省亲。哎，什么家是定是你死了。
对对，男女今日不配在一场。哦。